各位你好，今日霍雅文先生同馮美芬小姐大婚日子，我歡迎好多謝各位嚟臨觀禮，分享新人嘅喜悅。本人馬國倫律師係今次婚禮嘅監禮人。今日大家好彩烈，在手堂有祝賀同祝福一對新人。喺新人接受各位祝賀同祝福之前，本人要主持一項簡單而莊嚴嘅儀式。霍文先生、馮美芬小姐，喺結為夫婦之前，為資格上提醒你哋，根據婚姻條例締嘅婚姻係莊嚴有約束力嘅，喺法律上係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，不容他人介入。因此，新人嘅婚禮係冇其他世俗或者宗教嘅儀式，但係喺本人同埋在座各位面前，當眾表示以對方為配偶，或者簽名為證後，變成合法夫妻。請雙方交換戒指，請新郎為新娘戴上戒指。請新娘為新郎戴上戒指。請新郎哥宣讀誓詞。我請在座各位見證，我霍雅文願意娶你馮美芬為我合法妻子。請新郎哥為新娘揭起頭紗。見到啊！哇！有冇快得咁緊要啊？好似，有陣時啊，睇唔到啊！出面真係睇唔到啊，開住周圍。睇到條脷啊！媽咪。你家。新郎新娘請起立，接受婚書。本人好榮幸可以為兩位主持婚禮，亦本人鄭重宣布兩位為合法夫妻，恭喜兩位。禮成啦，各位新人。